主后2024年6月初8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无知的欲望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30到第10节。若有人教别款教义无符合咱的主耶稣基督健全的道理，无根据虔诚的教义，就是放风自大，完全无知，好辩论，爱伫日面上争论，对这会引起嫉妒、纷争、诽谤、猜疑，直到心思败坏，丧失真理，纷争无停。因想讲宗教是趁钱的手段，敬虔搁持续会互人得到大利益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有通食，有通穿，就着知足。想要发财的人，会含落有色、含钱，甲真侪款愚戆有害的欲望，互人沉沦，直到败坏甲毁灭。因为贪财是万恶的根源。有人贪爱钱财，受迷偏离信仰，家己受尽苦痛。无知的欲望，人安怎才会当满足？人若会当知足，宗教的确会通互伊富有。敬虔加上知足，就是属灵的丰富，通互人专注伫永恒，袂在意今世短暂的事物。基督徒的知足，并无受环境的影响，是独独满足伫上帝的安排。人的欲望是无穷尽的，若学袂晓知足的功课，内在就永远无法度感觉满足。袂晓知足的人，无论家己拥有或者得到偌济，犹原感觉家己还是欠缺，这实在是不知足。贪欲是无止境的，贪财所带来的罪恶，搁较是超过想象。美色是甜美诱人的，殊不知，迄是无知对家己有害的欲望。对遐个心术不正的人来讲，宗教往往成做发财的途径，因会利用人的恐惧、罪恶感和无止境的欲望来达成符合家己利益的目的。保罗伫遮警示，贪财是万恶的根源。有一寡人因为贪慕钱财背离信仰，伊的结局是饱啖痛苦，心灵破碎。一生贪恋钱财的人，为了掠夺更较侪的财富，甘愿舍弃永恒的性命，甚至用信仰做暗坎，参加各种聚会，实际利用教会的人际网络，图谋家己的利益。这就是贪财的罗网。若是无知的欲望所导致的结局，是沉沦毁灭。2022年，媒体揭露，台湾的人社集团和坎波利亚的人口中介交结，甲台湾甲亚洲其他国家的青年当作商品，贩卖予当地的诈骗集团，用各种形态的暴力强迫青年将事诈去。事件爆发了后，伫警方强力打击下，这个犯罪集团非但无消失，反倒快速进化
形成另外一类型的早期产业链。进前是用高薪做诱因，后来改做投资型早期，用暴力控制人头户，持续利用人想要发财的欲望，伫网络顶安然掠条无知的目光。这黑帮诈骗集团的作为，拢总是出于贪爱钱财。但是，互人不解的是，竟然有人为着贪图钱财，连亲朋好友拢通陪伴，甚至出卖对方。这是偌无情甲无人性的人啊！人的心可比勇气，当伊底满怨恨，就底袂落疼和饶赦；当底满批评，就底袂落欣赏和学乐；当底满对钱财的欲望，就底袂落良善和分享；当底满世界，就底袂落上帝。相反的，人的心若减对一寡世俗的欲望、怨恨和批评，就搁较会底落疼甲良善，互人伫属灵的富足中会当彼此欣赏和分享。默想，我拢带着安怎的意念亲近上帝？我的心中是毋是囤积上帝无欢喜的意念？我拢带着安怎的意念亲近上帝？我的心中是毋是囤积上帝无欢喜的意念？咱来祈祷，赏赐丰富恩典的上帝，求你除去我内心无知的欲望，互我会当日日带着满足感入困。愿圣神赏赐智慧甲启示，伫我不知不觉偏向沉沦之路的时，引带我及时翻头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有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